你只要是中国人，一定会考虑这个问题的。那因为车子本身它的一个归属性的问题，所以它一定不光是车队，因为它的残值也是要考虑到。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，如果要去买的话，可能还是要三思。日系車喺中國嘅表現越嚟越差，其實亦都係因為我哋中國車企嘅表現越嚟越好啦。咁亦都擠佔咗好多佢哋嘅市場空間。另一方面就係、其實日系車喺電動化嘅呢個浪潮下邊咧，佢其實個反應好慢嘅。我諗佢哋係的確比較苦惱嘅。第一，佢要將啲車型點樣去賣得更加好，因為始終佢都洗濕個頭啦，喺度有建廠，喺度有做佢哋嘅一啲經銷商嘅鋪墊。其實好似你唔可以唔認定我係中國一個中國嘅原則，係咪？你一定要更加好做到呢方面。咁你只要友好互動之下，我哋會有更加多嘅合作，可以做更加多嘅產品出嚟。